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25公视台去台下晡新闻。中国党咧推动香港版的国安法，这也引起蔡英文总统伫 Facebook 发声，表明讲台湾会和香港人民徛做伙。国家音乐厅开始办公演，台中、高雄的表演场所也拢改图封锁，台北市对6月起室内的公共场所也拢开放出入咯。中央气象局讲，明仔载到拜四，方面会搁来台湾半空中拍鼓，各地头恐惊会搁下着大阵雨。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今日同款嘛无新增加染病的患者，目前确诊的人数依然是441个，其中有415个病人已经解除隔离，复原出院，搁咧治疗的敢若剩18个尔。这当中入去病院甲亲人探病约束也要渐渐开放了。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今天仍然没有新增的案例哈，那累计415人解除隔离哈，换句话现在还有等于是有18个人还在住院治疗中。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我们现在居家隔离的个案是归零。那至于在居家检疫，现在仍有9551位在案在居家检疫中。那现在还有2390人还在进行自主健康管理。我们在加护病房还有安宁病房等等都开放。那既然我们就宣布在今天起我们对精神科的病房的探视也放宽那1天1组人1组人以2人为限。咱搁来关心中国党咧推动香港版的国安法，这也引起蔡英文总统伫 Facebook 发声，表明讲台湾会和香港人民徛做伙。代志若真然有变化，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咱就听好莫阁用。当然时到咱咧对待香港，就甲对待中国无分别咯。当下在调在野立委也拢有咧推动，要加强香港人民来到台湾接受政治庇护的制度。中国暗算推动香港版的国安法，想要改变香港目前的状况，引发香港人强烈的反弹，国际嘛真关心。总统蔡英文伫咧人面册强调，台湾和所有民主阵营的人，拢甲香港的人民徛做伙。若是香港的情势发生变化，会当停止下用香港澳门关系条例，政府会密切关心后手的发展，若有必要会进行应变措施，希望香港唔通行到这一步。假如中国的人大会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那这代表中国对于香港的1国2制的承诺已经破灭，所以就变成1国1制了。对，朝这个方向。国安会表示，中国人大若是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代表中国已经无咧要意对香港1国2制的承诺。针对这点，朝野的政党拢发声，政府应该提出魄力，用实际作为来甲香港斗相竞。国民党呼吁执政党都要提出实际作为。政府能够做的这个事情绝对是比在野党要多很多的。那么我想第18条也给予政府提供必要的援助。最重要的并不是去推翻整个港澳关系条例。民众党质疑港澳条例第18条无够严格，无明确的机制，顶一日已经提案修正。目前立法院一读通过，透过真明确的救济管道，协助香港人来台湾寻求庇护。能够在法律的这个规范上面，让他们能够比较快速的取得一个庇护的申请程序，那认定上面也不至于是个案式的，而是有一个程序跟通案，我们觉得比较完整。如果将来这个香港确实已经丧失了它的自主性的时候，当然可以考虑来废除这一个港澳条例的这个部分，一部或者是全部，但是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后手段。那香港变做1国1制，港澳条例若停止，法律适用会回归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到时港资会等于是陆资。香港人无法度享受原本的特殊待遇，因为香港真正是行到上歹的局面。民众党甲时代力量嘛讲，修订难民法是上尾一步，会影响到真济部分，都要好好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昨昏香港人就行上街路发声抗争，警方毋但击催泪弹赶人，佫掠超过100个民众。昨暗香港政府就声明讲，这款抗议拄好证明涉及破国安法确实有必要。英国介管香港上尾一任的总督彭定康，他嘛发表文章提醒讲，习近平已经出手要毁掉保证香港50党无改变迄张中英联合声明了。
出动出力弹、环球啊喷雾，也有水炮车，香港警察态度大正的，甲现场的民众拢好好走。安尼的警治是搁一届出现伫咧香港的街仔路，反对中国硬要杀香港版本的国安法。香港人伫咧5月24下晡上街仔路抗议，伫咧铜锣湾含关仔这所在含警察排面收看。我企喺度影。到了暗时，有民众伫咧尖沙咀海港城的商场喊口号，又搁去互香港的警察抓走。香港的立场新闻有一个记者伫咧现场采访的时阵，也搁去互真侪警察用棍仔杀来杀去。到暗时9点过，民众少年线拢断去。不过香港警察也搁伫咧街仔路抓人，而且伫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入口清查所有出入的车，迄一天抓走的人至少有180个。香港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抗争的活动，显示香港独立，也有恶道势力也是真抢手，证明香港版本的国安法有随立法的必要性甲紧急性。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态度也大正家，讲无允准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中国的内政。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实权，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5月29透早，全国人大会议审查香港版本的国安法，那主要话香港澳门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咧接见香港澳门政协的时，也捌讲到香港版的国安法，就是要针对香港独立，也有恶道暴力这类势力。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可以容忍分裂国家的行为？世界上哪有国家可以容忍恐怖活动？这是不可想象的。从国家层面进行香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搞港独、黑暴等极少数人，归根到底，惩治是极少数。不过，尾期香港总督彭定康有写文章予《金融时报》，呼吁中国硬要杀香港版本国安法的这件代志，必须爱放入去6月份随特别举行的7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的议程内底。内文讲到，当全世界无用伫咧抵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时阵，习近平最近的行为已经互保障香港2047年以前的生活方式，这个中央联合声明彻底毁掉啊！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嘛真侪国家咧谴责讲，中国硬要推动香港版的国安法。英国的媒体在报道，英国首相已经开始咧打算要接纳按香港脱走去英国投靠遐个难民。美国国家安全的顾问嘛表示，迄部法律若通过，香港过去伫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就难保将来。美国国务院嘛真有可能会对北京提出制裁。北京当局想要驶过香港立法会，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影响香港人的民主自由。香港民众立时上街头抗议。美国国务卿伫进前已经警告会强烈回应中国的立法。美国国安顾问伫咧立时也讲，这个法会危害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也讲国务院有可能提出制裁。With the 1992 Hong Kong Policy Act, the 2019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both requir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ertify that Hong Kong maintain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especially if the law is passed, it's hard to see how Secretary Pompeo could make that certification. If he fails to make that certification, there are consequences that come with it, sanctions and others. 罗伯·欧布莱恩也希望美国民众爱加注意香港情势，因为自由的代价真大。And we strongly encourage China, the mainland China, not to impose this law in Hong Kong. If they do, I can't see Hong Kong remaining an Asian financial center the way it has been for many, many years. 身为前殖民国的英国也有回应，英国就立快报讲，首相强生北加大臣讨论未来接受香港难民的可能性。由香港八大港督彭定康等人发动联署，挺香港谴责北京。到2时已经有23个国家210名政界人士参加联署。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的消息，来讲昨暗国家交响乐团伫国家音乐厅内底拍头阵，举办近来这2个月头一遍的室内公演，嘛开放500位的椅仔位，欢迎人客现场欣赏。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朱宗庆董事长嘛讲，按今日开始，台中歌剧院、高雄卫武营这个表演的场所，拢会改除封锁令了。
等一段时间，国家两厅院搁再响起美妙的乐声，国家交响乐团用音乐开始两厅院的艺文活动。国家音乐厅甲国家交响乐团合作，于是举办音乐会，开放500个乐迷到场来听。不过入场进前，也是要维持上悬标准的防疫措施。测量体温，请靠近。量体温、喷酒精消毒双手，行入去会场内底，遵守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用梅花座保持社交距离。伫疫情转好了后，未少文化场馆陆续开放，两厅院嘛开放，举办国家级的音乐会。毋但两院，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董事长朱宗庆表示，2月开始，台中歌剧院甲高雄维武院嘛公布开放。台北国家两厅院，然后台中国家歌剧院，还有高雄卫武营。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就是照这个文化部的指引，然后就可以开始开放了。现阶段解禁，座位一律用梅花座，卖票上加5成。若是当时的全面解封，领导认为讲可爱讨论。可以售票，但是呢有防疫的意识，比如说间隔座，2个礼拜之后呢，我们会跟 CDC 再来讨论，那么是不是可以全面开放，正常售票。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艺文活动停2个月，即嘛搁再出发。带头伫两厅院传出美妙的乐章。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交响乐团伫咧国家音乐厅，搁再举办公演，这也引起立法委员的关心，要求卫生福利部要调复明，看当时会当搁开放各项艺术活动正常办理。但卫生福利部的试水员处长就强调讲，目前国内讲起来是真安全，民众当然会当保持社交距离，喙炎搁挂好条，各项活动拢挺好继续举办咯。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转好，各项艺文活动也豆豆解除封锁。国家交响乐团 NSO 音乐会伫咧5月24暗时头摆伫咧国家音乐厅试办，有立委就关心艺文团体生存的问题，因为现阶段为着防疫，只会使卖5成的票，这是互艺文产业真歹维持生存。希望卫福部会使提出解除封锁的时间表。你要卖超过7成以上，才有机会可以开始有一点营收。所以你如果叫他只能卖5成的票，坦白讲，干脆不要办比较好啦，办的都是亏钱。第一个就是说维持社交距离，室内是1.5公尺，室外是1公尺，第二个就戴口罩。那第三个是有一个间隔。另外，德国上新的研究发现，确诊得到武汉肺炎的妈妈身上，伊所接出来的母乳有验出新型冠状病毒，但这也是全世界头一个伫咧妈妈的冷水内底验出病毒的案例。不过，科学家也无法度确定病毒是不是透过冷水传染给红婴儿。虽然目前不太知道说如果感染者的妇女母乳有病毒的比例是多少，不过安全起见呢，还是不要喂母乳会比较安全。国内专家认为，未来还佫需要更较侪研究来了解到底母乳内底的病毒是毋是有传染的力头。那艺文团体解除封锁的时间表，卫福部强调，即阵国内社区真安全，人甲人只要伫咧室内保持1.5公尺，室外1公尺宽，而且挂喙暗，照起工保持社交距离，各项活动拢会使豆豆解除封锁。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台北市政府嘛宣布讲，6月初1开始，市府改管遐室内公共场所，当然当要求出入的民众保持社交距离，甲徛名登记，佫唔通同齐食食食，安尼就拢总会当佫再开放。不过高中以下学校同款是无包含在内。若酒店、舞厅、6都内底，只有一村新北市，抑佫完全无要解除封锁令。像讲青主馆、老人的活动据点等等，台北市真侪场所伫5月中开始小连续解除管制。副市长黄珊珊早起宣布第3波解封的原则，从6月初1开始，台北市政府管辖的场馆，除了高中及以下的学校，原则上是全部开放。不过有3个原则：第一是维持社交距离；第二是室内实名制；第三是无共餐，而且嘛放练活动人数的限制，互我拄500人放练到1000人，室内拄100人放练到250人。最重要的这个前提是，随时会因应疫情滚动修正。
我们不在正面表列，我们就是如果依照这个原则是放宽的，但是如果不能放宽或者是不能使用的场地，各局处他们会在他们的网站上，在6月1号以前做相关的公告。艺文活动的方面，台北市文化局提出租金减免的方式，鼓励表演团体搁登来舞台。若是进前，因为考虑到疫情，同市有47间国小、5间国中来取消毕业旅行。毋过即马疫情转好，桃园市政府宣布会当正常举办毕业典礼，还有毕业旅行。那既然防疫可以达标，那我们要尽量帮孩子来圆梦。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教育局通知各学校来举办。那原本已经停办的，也可以通知他们恢复举办，好让各学校都有毕业典礼。目前6都当中，台北、台中、高雄，还有台南的酒店、舞厅拢小连续恢复营业。桃园市有条件接受业者申请复业，若是达到4项复业标准，包括博体温、人客实名制、维持社交距离，还有通过消防安检，由6月初开始就会当恢复。若是新北市的部分，市长侯友宜也是坚持讲酒店、舞厅无立即去优先解封的对象。目前嘛还未讨论，毋过希望讲会当伫咧确保社交距离了后，再过来讲。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来讲巴西这国染着武汉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34万人，也是排伫咧美国后壁全世界致病患者第2济的所在。昨美国的白宫就宣布讲，进前14天内，若捌去过巴西的外国人士，当然会拒绝入境了。伫咧全球发生新冠病毒疫情以来，巴西右翼总统波索纳罗家己讲，敢若是小流感，反对防疫封锁甲社交距离，坚持经济优先的政策。原本佮得到川普俄罗工作甲真好，毋过顶日确诊病例超过34万人，变做全世界第2了后，白宫宣布，自到半暝开始，到美国进前14天以来捌去过巴西的外籍人士，就禁止入境。白宫新闻秘书麦凯尼伫咧声明当中指出，这会当帮助确保伫咧巴西的外国人袂变做因国家的其他感染源，而且这项限制袂去影响到两国的贸易。去用合作热带川普的波索纳罗，伊作风真强，有真侪争议。巴西最高法院日批准公布一段内阁会议的影片甲会议记录，内容是波索纳罗维护家己的文件的备案，讲伊家己袂等警察来变家己的亲友，若是无法度甲因换掉，就换主管；袂当换主管，就换部长。迄当阵的司法部长莫洛听了就离开现场，几啊天了后，波索纳罗家己开除联邦检察署长瓦雷修，莫洛嘛气甲失职。影片佫出现波索纳罗用歹听话来骂主张封锁，反对重新启动经济的地方首长。Esse bosta desse governador de São Paulo, esse estrume do Rio de Janeiro, entre outros, exatamente isso. Aproveitaram o vírus, tá um bosta do prefeito lá de Manaus agora, abrindo quadras coletivas, bosta. 巴西电视台播出这段影片了后，波索纳罗的声势降低，伊宣布讲影片无证据显示家己干涉警察，毋过嘛有市长的支持者伫咧20时走去街路示威表达支持。波索纳罗本人嘛出现，现场侪人近距离的关注，而且佮伫遐大声喝休，毋过无挂嘴暗的是占多数，嘛互防疫专家看甲心惊惊。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看中东的以色列这国的总理，顶日以被告的身份去到法院出庭，针对贪污、受人讹洗，还有背信这3条案提出说明。这嘛是以色列这国有史以来头一个身为被告去到法庭现任的总理。支持和反对伊的群众，嘛拢伫咧法院外口互相对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支持者甲反对者分别伫咧法庭外口集合，规律包围反对者，讲伊是犯罪总理。也毋过包括伊所领导的联合党成员在内其他支持者，也有几多百人甲伊赞声。纳坦雅胡伫咧法庭上只敢若开嘴确认家己的身份，无愿意坐伫咧被告的位，一直到记者离开，伫咧行入法庭进前，伊才讲家己正互人强模推翻。גורמים במשטרה ובפרקליטות חברו יחד לעיתוני השמאל, אני קורא להם חבורת רק לא ביבי, כדי לתפור לי תיקים מופרכים והזויים. 批评者讲，纳坦雅胡对检警、法官、媒体的指控，正损害以色列的司法体系，并且可能对国家的民主制度造成国家大的破坏。今年70岁纳坦雅胡是以色列史上第一位因为刑事指控面临审判现任总理。伊涉及贪污、背信、收讹钱，内容上重大恐惊是，伊变更监管法规做交换条件。要求国内电信业者上大股东，也是媒体人艾洛维奇，伫咧旗下媒体刊登对纳坦雅胡有利的报道。纳坦雅胡伫咧出庭的几点钟过前，才甲新政府团队第一遍进行内阁会议，无人对伊要出庭的代志发言。
严过将被退位的总教事务官员讲，伫闹台野虎的官司心理中，希望由天公伯啊，甲真相一项一项呈现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欧洲、美国、日本、中国这些大国家，今年头一季经济表现拢无同好。虽然嘛有外国的机关咧预测咱台湾，讲今年度经济成长率会变作倒塌笑。不过台湾经济研究院是讲，这回传染症咱控制了算真好。按算今年度咱国内经济成长率保持有1以上，应当是无解为难。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全世界有真侪国家拢采取真严格的封锁管制措施，这也互实体经济活动受到风台尾。包括欧洲、美国、日本、中国等等这主要的经济体，伫第一季的 GDP 成长，会使讲表现了无讲偌好。虽然受到外销市场的需求有较落，加上4月份国际油价大落，致使国内制造业的厂商拢讲景气无好。不过台湾经济研究院认为，因为国内疫情转好。需求又大大恢复，厂商对未来半年的景气看法是真乐观。来台旅客人数跟汽车销售量在4月份都有很明显，3月、4月都有很明显的下滑。我想这个是对于第二季我们的消费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政府这个时候纾困措施在第二季振兴措施目前马上也要展开，我想对第二季的消费会是有帮助的。台湾经济研究院表示，虽然在国际上有真侪经济的估值机构拢下修今年全球的经济目标，拍算今年全世界经济的衰退，甚至有机构甲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列作是倒落。不过台湾这摆在控制疫情的这部分，和其他国家比起来，会使讲是控制了袂歹。加上国内豆豆解除封锁，而且恢复经济活动，也杀国内纾困措施，所以估计今年经济成长率要保1应该是无问题。3季季的话，台湾的内需的刺激会出来，国内的投资这个部分，除了我们前瞻基础建设5+2持续在做以外，另外台积电这个部分，至少目前它资本支出没有下修，很多防疫相关的产业，他们就准备第3季、第4季这个部分。已经准备好了，准备系统输出。台湾经济研究院认为，随着国内社交活动继续放量，加上政府刺激消费的方案拢大大杀出来，加上国内安心旅游补助，这拢法度助赞国内的消费需求，经济要爬起来是值得期待的。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政府近来推出真侪政策，要替各行各业消透困难。不过早起立兴基金会这边就指出讲，有的因为无奈原因离开家庭、出外自立的少年家，因厝内已经先去申请纾困，结果上届欠用的电脑煞清无，甚至有真侪还未领到身份证的新住民，情形嘛是相像。基金会这边就望讲，政府会当重视，到设法解决这款问题。从2月到现在为止，大概就是有的时候1个月都接不到一个案子。开始食头路了后，就无甲厝内人带做伙，平常时靠接按1000的小期，因为疫情的关系，生理是减真济，不过想要申请纾困补助，所以有困难。地方它跟中央不同调，然后第一线的就是窗口受理人员，他其实就是也不确定说他到底能不能够受理，不确定说到底是要列记哪些人，然后所以就是会有像不动产或动产的问题。像小期这种无法度申请纾困补助的个案，其实佫真济。立兴基金会指出，伫咧服务的对象当中，有未满20岁少年人，因为家暴等等的因素离开厝内，佫有未领到身份证的新住民，甲自立生活或者是封闭离开厝内的囝儿，因为厝内的人已经先申请纾困，所以因就无法度申请。而且这寡弱势族群所面对状况，佫毋拿纾困有困难，有可能就连税厝嘛出问题。像我们今年7月就可以申请租金补贴，可是大家要了解，现在7月去申请是你明年1月才可以领得到，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是从现在到年底。对于说没有在现在的租屋的安全网的协助下面那些租屋主，如果他真的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我们现在有没有任何的手段？家暴的话，那或者是一些这个弱势的一个儿少，事实上他的这个家庭功能本来就不完整，所以如果说你用这个家户为单位，变成是他们是被疏漏掉的，应该是让这些比较是社工的一个这个单位来启动这些比较是这个专案的一个评估审查的一个这个方式。
基金会呼吁政府正视弱势族群的纾困问题，希望国会党甲纾困甲户籍分开，而且嘛要针对经济或者是社会弱势者，扩大吉南纾困的实施范围，而且嘛要检视即卖的纾困相关机制，才会当互资源留互真正有需要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咱当下来关心南北二路一寡重要的消息。早起台中大甲国中头前即只育婴路发生有公车连续压着路边8台车意外，就是一只丰原客运的巴士，早起6点外经过遮，开始对路边的轿车一台一台弄。尾手警方找到迄个司机，本身是验无酒精分，送院检查，发觉竟然是脑中风，目前伊也当伫咧加护病房急救。这只公车驶真凶，为路边的车砖弄落，搁随油门吹咧做伊走。过程当中，搁弄着几台车，有骑倒摆的人看到这个过程，想要甲公车砸落来。不过公车还是一直驶去，路尾驶去因公司的停车场。有车主发现家己的车红弄到这个形的，是真不满这个司机发生代志搁逃走。他都跑回去他们那个停车场啊。对。怀疑说是这个司机他有问题，他他撞了以后。对，不能肇事逃逸。拜一早起6点外，这只丰原客运的公车当要去载人客，煞伫咧经过大甲国中的育婴路，弄到路边的车辆。不过伊车无停落来，煞沿路弄到8台自家用的轿车。警方尾手伫咧客运的停车场，找到这个姓吴的开公车的驾驶，看起来都还算很清楚。然后因为左侧也可以自己走路，然后也有坐左侧这样子。对，是后来在签名的时候。就是手有点抖，没有肇事逃逸的刑事责任，但是他必须负担赔偿。警方表示，公车的驾驶并无酒精的反应，不过煞无法度讲话甲表达。送病院了后，诊断是急性脑中风，目前还搁伫加护病房观察。客运公司表示，这个驾驶已经有10多年的经验，平常时身体袂歹，因否认有过劳的情形。驾驶员的话，他应该是昨天才休息，今天才上班。原则上应该都是开车时间会安排在10个小时以内。客运公司强调，除了定期的健康检查，伫咧出车进前嘛拢爱做酒精的测试。虽然这届意外无人受伤，不过警方表示，驾驶也是有法律的责任。事故的原因还搁咧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6点31分的时阵，宜兰花莲的外海发生规模5.2的地震。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分析讲，这大只平均测当年拢有规模超过5的地震，是地下能量正常透放。另外，中央气象局嘛讲，今日春南部、东部一寡角头会落着雨。不过明仔载到拜四，锋面又搁会来台湾半空中拍雨，各地头恐惊会搁闪着大阵雨。看到日头啊，延过北台湾的好天气，到拜二就要变天。梅雨地流方面已经开始慢慢挖过南部地区，自8月南部东半部开始落雨，拜二开始全台湾拢变天。明天的晚上开始到礼拜3这一段时间呢，是一个锋面南下的过程。那锋面南下的过程，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呢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一直到礼拜4都是锋面影响的期间，大家要特别注意。伫拜五了后，锋面慢慢离开台湾的过程中，南台湾也是有一寡所在落雨。伫8月5透早6点31分，宜兰的花莲外海附近也发生规模5.2的地震。宜兰所有的震度是到4级，花莲3级，台北只要2级。地震接报中心分析，这个所在是板块交接的所在，伫过去就定定发生地震，是正常的能量释放。那在一个地方，也算是地震活动相对比较频繁活跃的一个地方。那在过去20年资料来看的话，平均每年大概都会有一个规模5以上的地震发生。在最近一次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地震，就在去年的8月8号父亲节那时候，也有个规模6.2的地震发生。受到这件地震的影响，台铁宜兰到和平之间是降速，台铁也派人顺铁轨路加电车线的设备。伫8点52分时阵，列车恢复正常。这边影响的列车是17列次，旅客是2430位。记者综合报道。实在讲，雨落过头济嘛，真烦恼。顶礼拜大雨，高雄车龙作物损害就真严重。初步估计损害面积有125架栋，尤其稻仔受损害上介深。高雄市农业局表示讲，种植受损的面积有超过20%只，就当申请补助。大雨虽然无得落啊，毋过会当看到准沟嘛是满满的水，一边的菜园搁泡伫咧水内底，顶悬搁有一顶杂草，打瓜叶啊浮出来水面，菜农一个月来辛苦，规个拢去了了。
水沟啊甜，水倒灌入来，你水会当抽去倒。高雄落过大雨以后，卖赴抢修的农作物大部分拢泡伫水内底，其中一期的水稻受害上深，损害面积有93.5公顷。看到地当采收的稻啊，即马煞倒伫个头前，调来挂稻仔机想要采收，机械嘛受损害。做事就一年看一季尔，免怎啊，都拄伊啊，无免怎。敢有想讲落大雨之前先甲抢收？抢收你伤钱嘛，袂是挂节啊。目前玉荷包长在大出，毋过有部分的树仔未堪得咧大雨直直落，一粒粒的奶子掉加规个涂骹，金蕉嘛受害不轻。高雄市农业局长赶紧去勘灾，请这个稻农。可以如果有对这个灾损的这个受害稻，也可以来透过就是公粮跟辅导公粮以及余粮商的收购每公顷可以到6500公斤，那也用相关上的一个价格，包括22块跟20.8块的部分。高雄市政府统计，目前全高雄市农损的金额差不多154.5万，损害面积有125.5公顷，会来帮助农民记录这损害状况，有达到补助的标准，嘛会斗3天赶紧来申请补助。记者陈以莹、明交馆高雄报道。咱换来看嘉义县德基这边的奶枝，过去嘛拢是新历6月咧大出。上早因为顶礼拜梅啊雨，所造成真侪奶枝白果，早起德基乡公所现场去勘查，发觉即阵敢若剩2-3成有法度收尔。上界惨切就是讲，德基这种奶枝的农民是已经连续第2冬，因为天气变化，无法度顺利收成了。板条已经避开的奶枝，手中的手势顶面15粒，只剩2粒奶枝也是好的。嘉义县德基乡的奶枝已经接近要收成的时间，但因为顶礼拜的大雨，造成奶枝出现避开的情况。落雨落，咱草规个拢准备失草6-7成条了。一定会搁逼的啦，咱这吼，反正唔知有3成无。会早起来才看到先早去甲农业科反映讲，哦，真正农民真正足可怜的，奶枝逼了，唔知要哪，所有成本拢下落去啊。嘉义县德基乡奶枝种植面积大约是570公顷左右。去年因为天气上热，让奶枝无结果。今年总算等到要收成啊，煞因为大雨造成避开。农民表示，避开的状况即马才拄开始，刷来可能会更加严重。一定5成以上啊，剩只要2-3成好收尔，甲继续搁落的话，会搁继续逼。德基乡公所指出，已经开始统计奶枝受损的情况，嘛有向县政府反映各农受灾的情形。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会配合公所的资料甲农民的需求，向中央来反映，争取相关的补助，减轻农民的损失。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台东县这边一寡做事人损失嘛真上重。南华的山内高丽菜本地会使收啊，即马煞有3万几粒，拢予雨拍甲未食一咯。另外，鹿野溪的溪埔也有农民去种15架冬的西瓜，但嘛拢浸水逼开去。台东县政府当着讲，会尽量设法替农民甲中央政府争取淡薄仔补助。农民伫鹿野乡碧南溪河床种15公顷的大西瓜，即马3万外粒拢还阁放伫河床顶悬，有的已经烂去，有的因为连续落几落天的大雨，浸水浸甲变白色的。经一粒破开来看，毋但已经9分啊，阁因为水分伤济，内底烂去，根本就无法度卖去市场，勉强采收，一粒卖100块，阁无人要买。农民无奈讲，永年会当卖700-800万，今年可能连成本都赚袂转来。我会讲难听，送你吃你也不要了。因为吃了里面真的熟掉了，要怎么吃？又制造垃圾嘞。这波黄霜啊，雨风面过境，台东县毋但西瓜浸水，农民伫海拔1000外公尺高山海端乡二道村种高丽菜嘛吸水伤济，规粒高丽菜亲像逼开共款，数量超过3万粒，而且爱运落山落风嘛无好，损失真严重。伫台东县，西瓜甲高丽菜这2种作物种的面积拢无大。可能无法度达到农业的天然灾害救助标准。台东县政府表示，会尽全力甲农民斗3工。即使它的作物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去联合其他乡镇市地区的部分哈，如果有一并都受到天然灾害的损害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并的统整。科家好讲，农民即马上介重要的，就是爱向各乡镇市公所申报农业的损失，县府才有依据会当向中央争取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今年国中会考有2个考生咧考试的时阵，因为喙炎毋挂，一寡科目直接拍0分。
虽然有人主张讲这款处分未免伤过头严，不过负责办理各种会考的全国试务委员会是分析讲，迄2个考生是现场唔听监考人员解劝，嘴暗坚持无爱挂。这项规定早就发表出去，若无照品照行拍0分，这才是对其他照规矩来的考生无公道啦。教育部一再强调，今年会考就要专程挂嘴暗考试，若无迄项科目会拍0分。要是有2位考生违规，全国试务会决议，第1位考生除了社会科，另外5项科目拢未有分数。第2位考生是英语科目算0分。不是只有拉下来，他是真的拒绝佩戴嘛？我们原本在考试前特别强调的这个防疫规范，如果说定了然后没有执行的话，那这样对其他的遵守的考生其实也是不公平的。考生唔挂嘴暗，就是条意告要违规。张芬兰讲，市务会无讨论伤久就通过。全中西也认为讲，考试正常的宣导，考试场也有配套，决议合理也尊重。高中的老师讲，高中这5专的招生名额是比全国20万考生人数更较侪，5考0分要是通去填私立的高中职。我们不可否认，现在有些私立学校它是没有做会考成绩的门槛，学生其实拿着国中毕业证书就可以来就读，就是他可能也有招生的压力。2位考生明明知影规定是安怎个会安尼做，新北高三工会是认为讲应该去了解讲为伊的特殊性。也有老师私底下讲，少数的学生对课业是无兴趣，阁袂当唔参加会考，考试敢是咧交代尔，才会伫咧考场，逐年拢会出现学生伫咧考试的时阵拢咧困，也是无看重规定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农民种植咧落的化学肥，进前一站是真欠用。但云林县政府就宣布讲，要开放用喷落去载济有机肥，免费予民众领回去运用。头一批会先提供27000包，初期农民阁通直接甲公所也是农会登记，照种植的实名制照，继续领这款有机的材料回去落肥。仓库内底放一包一包的有机质材料，这款有机质材料拢是回收云林县内喷做的。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前一阵化学肥料出现真欠的情形，即马分管府会提供库存的27000包有机材料给农民使用。当我们的土化学肥料会比较伤害我们的土壤现在如果有的话我还想说再拿多一点像弄在我们的农田还是我们一些蔬菜方面来尝试使用这样。分管府表示，原来每天喷的回收量大约40吨，差不多2成会当生产做有机质材料，一个月生产量大约1万包。经过农民试用，评价真好，目前会协调各乡镇公所、农会来合作，只要农民来登记，就会当照种植的面积来领有机质材料。今仔特别甲阮经过咱厨余所制造的有机材料，来甲咱乡亲讲，透过公所、透过农会，到目前为止，阮有订27000几包啦每一个月呢，大概拢有1万包的这个有机材料而且要提供给咱的乡亲时段免费来领取啦分管府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农作物收入都减少，加上前一阵化学肥料欠真济，造成农民惊吓。即马县内启动替代肥的方案，用喷做成有机质材料，佮有跳木的排泄物，要免费予农民使用。除了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希望予跳木环境农业落实循环经济。记者综合报道。一来二去，有过去先民的拍拼，才有咱今日的繁华甲车赢。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即阵就当伫咧鼓舞民众提供旧相片，望讲配合访问，找出屏东县的变化，一步一步重要的过程。未来这宝贵的历史资料，拢会留一份入去国家记忆库内面，永远保存，予下地囝儿孙了解详细。家行李箱规拍开，100的相片，内底的相片记录几60当前屏东的景致。这群少年人穿1960年代的穿插，袂输坐时空机飞登去过去屏东的繁华。因伫咧市区摆搭收集旧相片，找找演过屏东的历史甲文化。为了这个活动，特别打造穿越时空而来的时光摊车。这个时光摊车会请时空旅人来骑乘，走遍屏东，收集全民
名的老故事。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为着保存屏东的文化资产，屏东县政府文化处举办征收旧相片的活动，对5月日头收到8月，以超越时空做主题，邀请民众提供和屏东有关系的相片。主办单位要结合文书工作者做深入的访问，要把在地的历史甲文化整理出来，再搁以数位典藏嵌在国家文化记忆库。无论是屏东县常民社会生活、地景街廓、民俗记忆、祭典节庆，或者是人物团体等等的照片，只要它是具有收存、文化收存还有运用价值的照片，我们都欢迎大家来投件。透过一张一张的旧相片，屏东县文化处希望整理出老屏东的模样，也让后辈了解屏东的优贵和现处时。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看旧相片，实在讲会当想起过去。毋过国情今日要招你来研究，毋若安尼生，毋若旧相片，咱今仔日换来念旧歌诗，也会当听起真侪往事，甚至是真侪古早的地号名，嘛共款带咱倒转去到演过车影繁华的过去。大声，咱做伙来开讲一条歌词，这就是人人拢真知影的《月夜秋》。歌词讲月色照在三线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哪袂来？心内真可疑，想袂出迄个人啊，怨叹月暝。是啦，你像这条歌词内底咧讲的月色照在三线路，这三线路即摆已经足少人讲啊。啊是安怎做三线路？照专家咧研究，原来就是当时日本人介管台北市了后，将真侪满清所起旧城门墙围啊拆现煞，毋则这旧底墙围啊会当开做大路，中会当设安全岛，变做3线的3线路。啊，就是目前包含中孝西路、包含中华路、包含爱国西路，啊，搁有中山南路，这几条拢是日本时代的3线路。啊，歌词咧讲月色照在3线路，迄就是因为社会咧进展，真侪甲心爱的人毋知要去倒位行，哇，车长清幽，路中有安全岛呢，有大樟树仔呢，咱来遮风吹微微，等待心爱的人。谁知影讲歌词煞甲咱讲心内真可疑，想袂出迄个人到底是要来也毋来。这是早前日本时代的歌，过来讲战后叶启田一条成名曲，叫做《内山下歌》。内底一拍歌词，原来真趣味。伊讲阮就是青春的内山的下歌，第一次到台北，实在有影好佚佗。无论新公园、圆山、动物园，人山人海满满是。大家拢是笑眯眯，互我来感觉爽快，无想倒转去。叶启田本地踏入歌坛的时阵，伊的老师郭大成人称笑詼歌王，该安排的歌路无像咱即马所熟悉的，鼓励志气咧唱人生，咧唱爱拼才会赢。早前伊的开口甲黄西田较接近。毋则伊唱即个歌，原来西南开的，原来真古锥。坐铁牛车来到台北去倒位佚佗，无论新公园、圆山、动物园，人山人海满满是。这就是国情所讲的，听老歌袂输敢若看旧相片共款。新公园即马改名咯，改做228纪念公园。圆山动物园早就搬山所在咯。加在讲，咱还阁有老歌咧，甲咱提醒。较早动物园毋是伫即马的目沙，是伫永过圆山。咱下底仔囝儿孙咧，甲咱问，听到即个歌，咱嘛要甲解说，甲解说讲台北过去的历史，你讲看有影无？过来讲咱台湾，英国人称或者游艇王国，即款封号就表示讲2019年咱外销游艇的订单是亚洲的第1名。啊，虽然过去因为2008年金融的危机，有真侪生产游艇的业者拢已经退出市场。今年又搁拄到武汉肺炎病症伫咧传，啊，毋过高雄市游艇的业者，因兜已经传到第3代黄礼文先生，伊讲有信心会当度过一关。因案台湾新眼界节目嘛，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听台湾游艇的故事。游艇伫海上开甲真紧，撇开那天，心情是真好。台湾一直有游艇王国的称号。根据世界各国80英尺以上游艇订单的统计，2018年台湾排名世界第4，亚洲第1，外销是1亿6500万美金。2019年台湾排名世界第6，依然是亚洲第1，
外销是2亿2000万美金，每年产值超过1亿5500万美金。经过1个月行程，台湾上早历史的芳船制造商将有把这只船交予国外买主了。这是黄宏文因兜所做的游艇，41年来已经做了500多只芳船，加40多只游艇。其实咱即马做船的主要的竞争力是咱会当客制化，咱的价效嘛袂歹。其实咱的竞争对手拢伫迄个澳洲遐，因的价效拢较悬，因做船的时间速度嘛拢较慢，所以咱伫台湾做其实优势是足侪，咱阁有一个足强的生态链，就是咱有即个厂商，足厉害的人伫台湾去甲咱斗相共。厝内底游艇事业也毋是讲拢真好。1980年是游艇业上好时阵，全台湾一年用到2000只船。1990年台票升达落到上佳，真侪业者挡袂牢，毋是倒去就是外移。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搁倒一堆。黄宏文讲，船厂内底造船卡船的声音陪伴伊大汉，伊是少数甲军留伫台湾的船厂第3代。上大梦想毋那是做出豪华技术管的船，而是提供客户幸福的感觉，互客户会开着家己的船，完成环游世界梦想。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讲，屏东邦山乡的丰港社区，早前有一条南北二路拢真出名的杭椒仔街。毋过10几年前，社区开始推动保育，要洗清这款名声。因嘛甲旧平安营规划作碧螺仔鸟的博物馆，望讲会当传达正确的保育大自然的观念。一阵一阵的碧螺仔飞来过冬，毋过碧螺仔若飞来丰港遮，定定互居民望来烘做鸟仔巴，卖互游客。甚至阁有丰港烘鸟仔巴街。社区为着洗清乱掠碧螺仔的恶名，10多年前开始进行碧螺仔的保育计划。一年拢过了一届，若过了就足济，拢互丰港的人有拢伫掠，掠拢钓咧伫卖，好后来的人就一直改甲讲，即个动物袂使甲掠，甲保留起来，全无甲掠，全往一个博物馆里才做纪念安尼。原地惠平安营经过整修，转变做全国独一无二的碧螺仔生态教育园区。透过标本和相关文物，让民众了解丰港居民对乱掠到保育碧螺仔的过程。原本是阿兵哥的军营，那搬走以后这边荒废，那乡长就向那个上方去申请经费，来把它变成一个伯劳鸟的那个园区，那交给丰港社区来经营。那我们接着这个案子以后就花了很多心血，在从事充实里面的展出的内涵。自从野生动物保育法实施了后，碧螺仔已经被政府列做保育动物。生态园区记录当地居民的改变，也成做当地重要的观光景点。记者综合报道。人拢讲水火无情，加在世间悠远还阁有温暖。3月底，屏东县有一间人家厝火烧，住伫咧附近80多岁老阿公的厝嘛去烧着。县内慈善团体海清清风会，等着找将近30个志工，要替老阿公拼厝内，望通量早互老阿公会当倒转去住。不管是客厅或者是走廊，拢去互火烧甲乌噜噜，规间厝特别看袂出治本的模样。屏东市伫咧3月底有一间人家厝火烧，结果怎造成附近5间徛家全拢去烧着，包括这间80多岁、一个目睭看无的阿公因兜。屏东县海清清风会长期关心家庭困苦、无依无我的长辈，但即阵机构趁阿公去互安置伫咧社会厝的这段时间，紧找志工替伊拼厝内。整个要重建。大概预估要50几万的经费了哈，这个是最普通的了哈，里面的水那个电线都被烧坏了，水管都融化了，还要重新再装潢，再拉线配管哦。海清清风会表示，前一阵才替阿公募10万块，替伊买新的家具尔，想袂到即阵煞去拄到无情的大火，家在无人受伤。志工出日日也顺手替附近的受灾户宽厝内。哪知道说一把火就把我姑丈跟我这个旧家给毁了。谢谢各方人士哈，这么对我们这么好。如果我们自己来做的话，就没有办法用了。非常感谢他们。对
对这个受灾户来讲，要重新搁再建立家园，这条路有影真长。不过这阵因为有民间机构也有证人相挺，相信大家真紧就会使振作。但海清清风会也希望量早甲阿公接转来处理，重新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听，用一支一支的塑胶杆仔，就会当敲出美妙好听的声。来看中华和美培养国校的老师甲学生，因都运用塑胶杆仔经过实验，拍开空气的压力和音调关系中间奥妙的牵连。甲一个搁一个塑胶杆仔摆好，发出真美妙的声音。这是中华和美镇培养国小的老师甲学生找出气压和音乐顺序的连结。这个研究的成果，摕到今年中华馆科学展览国小物理组的第2名。保特瓶在不同的气压下会产生不同的声音。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想解决气压的大小与音阶的关系。不同大小的保特瓶在相同压力下，音阶又会有什么差异？同时也想了解编钟的制作与编钟的发声原理。在这个实验内底，囡仔发现讲，不是所有塑胶杆仔拢通做乐器，为外形到种类，甚至连风吹啊，拢爱斟酌见过。老师嘛讲，这个实验上困难的所在是大工的温度无同，会影响到气压。这个实验呢，难的地方呢，其实在于说，它因为每天呢，气温会有影响到气压的部分。挑出数值来之后呢，因为会不太一样，所以呢，最后都会进行统计平均。然后呢，最后再得到结论，然后把它记录成那个我们的数值板。他们困难的地方呢，是在于说，有的时候是有点小变动的。我们实验过，发现快干胶有一支3N 的那个胶状的那个快干胶比较好。培养国小的校长就表示讲，平常时就鼓励学生囡仔为生活中来找出科学的元素，透过实验哪做哪学，唔拿趣味嘛会当把原理记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顶礼拜六有民众伫咧泸州的资源回收场去发觉气防拼一卡灰仔汞，经过检查发觉辐射量真强。到底是甚物人去弹的？原子能委员会目前正伫咧调查当中。早起原能会谢晓生主任委员嘛讲，这款有带放射线的物件黑白拼，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佮减罚300万以下的罚金。顶礼拜六，新北市消防局伫泸州永安南路附近有封锁线，佮派出化学灾害处理车，因为有民众伫自修场附近发现不明的辐射物质。这个物件欧密码经过检测表明，辐射剂量率达到3到6微西弗，比背景值悬真济。原能会初步分析成分，研判是耐高温的灰亚材料。根据这个游离辐射防护法，基本上38条里面有规定。像这一类的形式呢，最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那所以您的意思是说，立委黄国书关心日本传来核电厂离合机因为无完成强光应变设施，方要求停机。国内核电厂是毋是做好相关应变来应应万一中国解放军飞来迫害？一个很重要就是水源跟电源的供应有，那个替代性都有。对，是。但黄国书不满演习的时阵无纳入国军参与。难道我们台湾可以不用警觉吗？原能会可以不用警觉吗？是，不行哦。另外，针对核三厂是受延役的可能性呢，主委谢小新表示，依照现行的核子反应器设施运转执照申请审核办法，延役必须要伫运转执照到期的前5年提出。核三已经过5月18号的时间啦。记者林俊文、王德新台北报道。咱搁来讲5月24，有民众发觉桃园八地加东溪的溪水泛黄。环保局嘛即时去现场追查，才发觉讲当伫咧起的犯处大楼的工程排放废水造成污染，依法告发处分，限期就要赶紧改善。桃园八地永安桥附近的加东溪边仔的暗坑一定有温室的垃圾水排出来。环保局24礼拜接到民众通报，讲溪仔规个红泥做温室的，因随派人赶去现场稽查，伫咧第一时间掌握违法的证据。环保局接获之后，在30分钟内派员到场稽查，那发现在永安桥下有一个涵管正在排放这个黄色的泥水。
稽查人员去水头追查，发现是当咧起的一学式主题工程，因将温室的垃圾水排去加东溪造成污染。现场是以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甲因告发来处分，相关会当处新台票300万的罚金，嘛限期伫咧5月26进前爱完成改善。现场发现业者将场内产生的废水未经有效的沉淀，就直接排入，造成茄东溪的污染。那现场也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30条告发。环保局表示，稽查的时阵，工地若做相关的作业，爱甲产生的垃圾水经过沉水摩打抽去水槽彻底。毋过，若是还未经过彻底的垃圾水，就直接排去地下的暗坑。亲像即届流去加东溪，产生真明显色水的差别，都会防裁罚。嘛强调讲，污染的稽查是无休困的时阵，呼吁业者毋通无咧渗透，若是去防裁罚，佫会影响到公司的名声，损失是会佫较大。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明仔天气有变化，各地头气温的资料，咱就斟酌看。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7度到32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2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7度到29度。金门、马祖、澎湖24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大人囡仔，大家好，我是欢喜快乐无烦恼的蠓仔哥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就是佚佗米。佚佗米汉字写作佚佗米，罗马字写作吃一佚，特儿特，么一米。佚第4条，佗第5条，米第8条。嘛有人讲是佚佗米。囡仔耍的佚佗米真侪款，室外的佚佗米有放风吹、踢弹弓仔、打敲、拍干乐、抽风雷、捧铁田烟、抱裤仔等等。有的佚佗米敢若看名真正毋知影是啥，像干乐，伊是一种形，像大粒田螺。在耍的时爱用手啊把好按，才大力甲拍出去的囡仔耍。风雷是一种拄开始咧耍的时阵，声音亲像蠓仔飞咧飞咧汪汪叫，后来会愈来愈大声，像单雷声安尼的佚佗米。捧竹田烟是一种外形像田烟，不过是用竹仔做的佚佗米，是艋舺哆啦 A 梦内面看会到的道具。嘛是古早时代定定会看到的囡仔耍，阁有抱裤仔，是一种定定伫夜市仔会看到的佚佗米。只要摕黄裤仔，甲想要爱的物件套起来，就会使爽爽啊，甲奖品砸进去的游戏。啊，若是要伫室内耍，嘛有线仔飘、蝶珠啊，也是为日本传过来的剑玉。红仔飘会当用线的。嘛会当用伊的，线的就是甲红仔飘贴做一拍，耍的人轮流用手拎的迄张去线，看啥人会当甲上下面迄张线出来就赢。
赢的人会当甲规沓红仔票赢转去。伊的就是摕红仔票顶面印的加刀、石头纸，也是滚树、枪机、马炮来比输赢，看一摆要输赢几张红仔票。6. 佚佗米、拍干乐、抽风雷、芳德餐烟、报裤仔、红仔票。即摆囡仔敢若剩一项佚佗米，就是手机啊。电视机面头前的爸爸妈妈会使带囡仔做伙算佚佗米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我袂晓。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